各位觀眾，路環彩頻道又同大家見面啦！我呢個漢服 look 係咪好好睇呢？今個星期日沙田賽事，我哋先少少地先介紹第一場同第3場嘅心水啦。第一場要一隻喺5班準成嘅1號快樂奇兵，同埋上場贏得清脆嘅4號全程路通同埋9號爆熱。而第3場會介紹一條單 Q 3號爆出美麗。預期呢一匹馬喺潘頓胯下，今仗會有更進步表現。另外介紹檔位有利嘅14號風起雲湧。第7場本地2級賽沙田錦標，呢場想敲下冷門，俾3隻大家互穿。如果賽事當日係對前置馬匹有利，不妨留意以下呢3匹馬，分別係3號鴻運帝王同埋呂建威馬房一對參戰馬，分別係7號合夥奔馳以及10號白河飛區。至於練馬師王方面呢，估計開飛大熱門會係廖康銘。除咗買阿廖之外，亦都可留意告東尼以及姚本輝啦。好啦，今期節目講到嚟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。